中华风湾有国内上大的原始蓝仔地，生态正丰富，嘛是蚵仔的产地。去年有剧团甲地方合作，伫咧海沙堡表演，探讨生态甲开发。今年嘛，搁再来表演以在地居民的生活做主题，搬出讨海人对海、对土地情感。 民众坐铁外车行入蓝仔地，就是要来欣赏戏出。有风湾乡真接看到破蚵仔、白蚵精、讨海人的生活，直接伫海坪演出，看戏民众拢感觉真特别。嘛有出国的风湾人特别带囡仔回来故乡。我感觉做特别的，而且这是风湾家己的故事嘛，找风湾家己的人来这表演，这是互大家认识风湾的一个足好的一个方法。想要带家己的囡仔回来家己的故乡行行，互因看卖讲，较早妈妈细汉海边啊是安怎生活的。 中华风湾的蓝仔地有正丰富的自然生态。去年有剧团参地方社区合作，成立社区剧场，伫海沙堡进行艺术表演，探讨生态甲环境开发的议题。今年推出第部剧，搬出讨海人对海、对土地感情。把老时下晡时4点。 希望能够透过我们在地居民家己讲家己的故事，不止说给外地的好朋友们更希望可以把这个故事流传在方圆，希望可以代代子孙都有这个因缘听故事安尼。今年活动除了有海沙堡的生态剧场演出，也结合风湾的特产土豆，举办泡豆比赛。 互民众拿白土豆、拿泡豆开讲，主办单位表示，希望透过浸水式的艺术体验，互民众看到风湾丰富美丽的自然生态，同齐来守护这片珍贵的蓝仔地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